為着要讓囡仔會當自然講台語，家己民雄的鄉公所是一個幼兒園辦活動，讓老大人教囡仔做伙做雞卵糕。唔但是讓長輩教囡仔會當多多互動，也讓囡仔佇咧生活當中自然學台語。社區的長輩甲幼兒園的囡仔，大家做伙佇雞卵糕的頂面來做裝塔。民雄鄉公所有舉辦生命教育的課程，安排強強的台語體驗，希望讓囡仔會當佇甲長輩互動當中自然來學習台語。咱要促進咱台語文化，咱的台語用要失傳呢呀吼。以早咱講台語是足簡單的，即馬講台語是足困難的。啊，經由阮今日吼含這個時代做雞卵糕的活動，或這個時代帶領這個囡仔學台語。鄉公所指出，囡仔佇學校內底攏有學台語，結果等伊出來的時陣，煞顛倒無啥來講。透過活動的課程，鼓勵長輩甲囡仔來講台語，嘛然後社區的長輩增加甲囡仔講話的機會，嘛傳承台語的文化。我感覺講佇厝裡時最好是爸母吼，也是阿公阿嬤，攏含伊講台語，安尼去學校的台語就足練轉的，閣足好講的。重要啊，啊無聽無啊。社區表示，真濟長輩平常時啊，攏是一個人較濟。透過課程，互因家做台語老師，用做雞卵糕的體驗，順續甲囡仔用台語來開講，有囡仔的陪伴來排解長輩孤單的心情，互生命教育的精神會當佇生活當中來實現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